所以1個人頭15第2節，安樣講到呢個經節，透過呢個福音而得救。阿三你扎門呢個福音，從藝人班傳出本你嘅福音，你扎門你得救。但係呢，因為呢個福音就係講我耶穌嚟到世間時出世世界，當時間人類嘅罪，3日人係佢復活嘅份生，也係為了世界得到完人嘅生命，係嚟咗相信佢實得到完救嘅生命。得救，因為嘅福音都係耶穌嘅家，福音都係好消息，嚟曬扎門嚟曬相信呢個福音，得到完救嘅生命。佢接下去，除了你浪費一個信心，除了一個信心唔相信，你唔會信嘅，你就得唔到呢一個完人嘅生命。因為耶穌都係上帝嘅嚟到世間，佢做人出世，時出世界，所以為了這間人類嘅罪，佢話上帝憐惜這間人類，佢上帝而嚟到世間出世變人，時出世界，當這間人民嘅罪，嚟曬相信佢就得到永久嘅生命。阿門。